好啦，咁今次呢條片想講嘅咧就係呢個生育率啊。生育率咧英文咧就係呢個 TFR 啦，即係個 total fertility rate 啊，即係呢個 TFR 啦。咁點解我會做呢一啲 research 嘅咧？就係試完咧，就我見到香港嘅呢個 TFR 咧，其實佢已經係跌到話係二戰時期最低嘅，係呢個0.75。咁究竟0.75係乜嘢咧？其實我喺做呢個 research 之前咧，基本上我係完全唔會理呢個數字係咩啦，唔知係咩，由得佢咪係咯。咁但係開始做完之後，我發覺原來呢個係一個都幾大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就做咗一連串嘅 research 啦。咁所以咧，今次呢條片咧，主要就會講下某一啲國家或者地區啦，其實佢近呢10年嘅呢個 TFR 嘅趨勢啦。咁跟住就係究竟點解會有呢個上升或者下降嘅趨勢啦？之後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叫做移民啊嘛，咁我哋係移民過嚟加拿大啊嘛，咁我就好好奇究竟喺一啲國家同地方，其實佢哋嘅本地媽媽，即係所謂 citizens 嘅媽媽咧，嘅出生嗰個生育率咧係有幾多咧？而喺外地媽媽嘅生育率又會有幾多？其實佢哋個比例會係幾多咧？咁跟住咧我就會再揾下究竟其實喺呢啲國家入面咧，外地媽媽出生嗰啲嘅生育率咧，其實係佔頭幾位嗰啲國家究竟係啲乜嘢人咧？之後啦，就係睇下究竟呢啲人口收縮啊，或者老化咁樣會對於嗰個國家其實係有啲咩嘅影響？最後咧就一啲 fun fact 啦，睇下你會唔會去到最後可以聽到落去啦。咁好啦，今次咧我所講嘅地區同埋國家，其實我已經做咗好多 research 啦。咁我主要就會講呢5個國家，分別咧就係英國啦、南韓啦、法國、香港同埋加拿大嘅。因為我覺得呢啲咁樣嘅地區同埋國家咧係有一啲明顯嘅分別啊。咁同埋都幾有趣咧，都同我哋好相關啦。我哋香港好多人都會移民咗去英國啊，同加拿大啦。咁所以就香港、英國、加拿大係鐵膽啦。點解會講南韓咧？一陣間就會再講下。又點解會講法國咧？一陣間會再講多少少。先俾大家諗一諗啦。其實你覺得一個最正常生育率嘅 rate 大約係幾多咧？你會覺得係1啊、1.5啊、2啊、3啊、4啊定係5咧？咁其實咧，大約咧，其實咧最好嘅生育率咧，其實就係2.1，即係多過2少少，又唔好太多。因為其實咧佢要考慮埋咧係會有一個老化死去啦，咁所以佢哋就要有個咁嘅 balance 啊。咁但係因為咧老啦同埋死嗰班咧，我哋喺呢個 topic 嗰度咧係唔會再深入探討嘅，我哋淨係考慮個生育率啦。咁所以你可以假設咧，其實最好嘅比例就係2.1。咁好啦，咁究竟英國、南韓、法國、香港甚至去到加拿大咧，其實而家個生育率大約係幾多咧？我哋先講講英國先。其實英國咧，首先呢5個地方或者地區咧，其實佢哋嘅生育率咧都係 keep 住咁樣下降嘅，一直喺度下降緊。咁好啦，我哋就係首先講英國先嘅。英國咧其實個生育率咧而家係其實大約係1.4左右啦。嗱，千祈唔好捉我嗰啲咩0點，其實佢應該1.39啊、1.38啊或者係1.5啊咁樣之類啦。呢個係一個比較 average 嘅數啦。咁只係俾一個概念大家，其實呢一個係點樣嘅一回事。好啦，英國咧其實去到而家咧係1.4嘅，但係其實咧佢喺10年前咧佢係去到1.8左右嘅。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到法國啦。法國咧其實係算係幾好嘅一個國家嚟嘅。我一陣間會講下點解佢會咁好啦。佢原本咧大約係2左右，其實佢喺10年前咧係去到1.9、1.8左右，但係去到而家咧其實佢已經跌到落差唔多係1.6、1.7左右，但係已經都叫做好好嘅咯。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到加拿大啦。加拿大啦，原本咧喺10年前咧其實係大約1.6左右啦，而家咧已經係跌到去1.2度啦，1.2。好啦，你記住呢個數咯喎，1.2左右。咁跟住咧，你就聽下究竟南韓同埋香港發生緊啲咩事啊？咁你可能會講話香港其實係一個小小嘅地方，唔應該討論。咁你就當我好夾硬咁樣擺落去，你聽下南韓一個國家究竟係有幾多？南韓咧，佢原本係10年前咧已經係1.2㗎啦，但係而家咧佢係跌低過1，佢係而家去到0.7879咁上下，0.7幾。咁咧其實已經係一個急劇下降嘅趨勢。你可以諗下就係佢哋基本上咧係冇再生小朋友㗎啦。個意思咧，其實你可以想像下乜嘢係
個生育率點解要2咧？就係爸爸媽媽。咁爸爸媽媽正常嚟講咧，如果生2個嘅話咧，咁爸爸媽媽香咗啦，咁其實就剩翻2個喺度都仲可以頂得順啊嘛，係咪先？如果你係生咗1.25個，let's say 1.25個咁樣咧，其實每個 generation 落咗之後一直喺度收窄緊咧，就好快咧就嗰個國家或者嗰個文化咧，其實就會係冇咗噶啦。咁呢啲會在後面咁講落去。好啦，咁而家大致上有呢5個國家或者5個地區啦嘅呢個生育率啦嘅一啲嘅數據啦。嗱，再講多次啊，大約啦，英國1.4，法國1.5，加拿大1.2，南韓0.7，香港都係0.7幾左右，0.7啦，都係我小數點後唔講啦。咁記住呢個數咯喎。好，咁究竟係本地媽媽嘅生育率同埋外地媽媽對於呢個生育率嘅貢獻呢個比例大約係幾多嘅咧？英國嚟講咧，其實近呢幾年咧係上升咗，咁都好明顯啦，因為19年之後其實都有好多嘅政策係 support 好多外國嘅人去英國啦，係咪先？咁咧喺近呢1-2年啦，23至24年咧個數據咧，其實就係本地媽媽喺英國嚟講咧，大約就係60%左右。咁外地媽媽嘅比例咧就係差唔多40%啊，就係咁樣嘅。咁法國咧，其實大部分都係 local 生嘅，差唔多有80%嘅人咧都係 local 法國人生嘅。咁外國嘅人咧就大約佔到2成左右，即係其實真係好少。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到南韓同埋香港啦。咁南韓就係一個好少移民嘅一個國家，好注重咧就係一個民族主義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係超過90%嘅人咧都係 local 生嘅，只係差唔多50%嘅人咧係外地嘅媽媽去移民入去生仔嘅啫。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好明顯點解南韓嘅生育率會咁低。香港咧就大部分咧其實超過80%嘅人咧係 local 啦，即係香港嘅本地人生嘅。大約2成嘅人咧就會係外地生。好啦，咁跟住到加拿大啦。加拿大呢個數咧其實係幾 impressive 嘅，係佢係講咧差唔多7%嘅人咧係 local 嘅媽媽，即係 citizen 生嘅。咁跟住咧其實咧係有4%-2%至4%-3%嘅咧係外地嘅媽媽，即係我哋呢啲咁樣移民入去嘅人咧去生 BB 嘅。而且咧，如果你淨係計省份嚟講咧，卑詩省咧同埋呢個安省咧，其實分鐘咧係去到5%、4.9%同5.1%嘅。咁即係話其實基本上成個加拿大嘅生育率頭先所講係1.2，而基本上可以講話有50%嘅人咧都係由外國嘅人過嚟呢度生小朋友。咁 local 嘅人咧就其實係好少會再生小朋友。好啦，咁跟住有少少概念，呢一個究竟係即係生育率同埋呢個比例上高嘅一啲概念啦。咁跟住我哋就講呢個純粹係出於好奇啊，千祈唔好覺得我有啲乜嘢嘅歧視或者性嘅。我係想知道究竟喺呢個外國嘅媽媽入嚟啦，即係移民入嚟嘅人啦，究竟嗰個國家咧嘅比例咧佔咗大約幾多度？咁咧原來咧喺英國嚟講啦，即係頭先英國所講有4%嘅人咧都係外國嘅媽媽生噶嘛。咁其實喺呢4%入面咧，最多嘅國家就係印度，佢係佔大約8至10%。第二個國家咧就係呢個巴基斯坦，佢係佔咗5至7%。之後第3咧就係羅馬尼亞。好啦，咁南韓咧，南韓我哋頭先已經知道啦，南韓我哋有超過90%嘅都係 local，其實佔嘅只係好少嘅比例，嗰5至10%嘅呢個係由外地輸入嘅一個媽媽啦。但係咧，佢哋第一個國家嘅來源咧就係中國，之後就越南同菲律賓。好，咁跟住就法國啦。歐洲嗰啲國家咧，我基本上咧其實係唔識嘅。我其實係衝出亞洲就係第一次，就係衝出去呢個加拿大嘅啫。我其他歐洲國家其實我未去過。咁跟住佢講呢啲國家就係法國啦，佢有2成嘅人係外地嘅媽媽生噶嘛。而當中咧第一嘅咧就係阿爾及利亞，佢大約係3至5%。第二個就係摩洛哥3至4%。之後第3個國家就係突尼斯。基本上咧，我連佢個 location 係咩嘢我都唔知，我淨係識得摩洛哥嘅啫。
好，咁之後咧就到呢個香港，最後就加拿大啦。咁啊，香港頭先有所講就係有2成嘅人就係外地啦，即係唔係香港本土媽媽生嘅啦。咁當然喺2成入面最主要嘅就係中國大陸啦。咁佢哋其實係佔咗10至15%，其次就係菲律賓同埋印尼嘅。咁如果係咁樣諗，其實都好合理啊，因為當初譬如13年嗰陣時，我哋有呢個大陸嘅媽媽落嚟呢度，就係所謂嘅雙非兒童呢個政策啦嘛，唔係政策，其實呢個係一個標籤嚟。咁就係佢哋就落嚟生 BB 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個比例就會高咗啦。咁菲律賓同印尼其實都可以想像得到啦，因為其實我哋最大嘅嗰啲外地人就係菲律賓同埋內地，因為佢哋要幫手做印傭啊、菲傭啊嘛，係咪先？咁好啦，咁因為我哋而家搬咗過嚟加拿大啦，咁我都好想知道究竟加拿大外地媽媽，即係我哋佔唔佔到一個比例啦？佢咧喺頭先所講啦，幾乎去到5成啦，49% 嘅呢個外地媽媽咧，其實係佔咗10% 咧係印度嘅11% 啊，差唔多11% 係印度。而第二個國家咧就係菲律賓，跟住第3先至係中國嘅。好啦，咁即係聽落咧，其實咧喺呢啲國家入面咧，好多第一位咧，即係喺呢5個國家入面咧，其實有2個第一位咧係印度。咁我就同埋有2個第一位咧係中國嘅，分別咧就係南韓、香港啦，佢主要嘅入去就係中國啦。英國同埋加拿大咧最主要咧就係印度啦。咁所以 based on 咁咧，我都想做個 research 就係點解會有咁多嘅印度嘅人會係入咗去呢2個國家度咧？即係移民啦，唔好話入啦，移民去呢個國家度。咁其實咧原來咧係基於個移民嘅政策嘅。因為呢2個國家嘅移民政策咧，其實都好相似，佢哋都係考慮一啲技術嘅移民啦、學生啦、家庭嘅團聚啦。而咧，其實印度咧嘅 TFR 咧，大約咧其實係1.94咧至到2.03嘅。咁喺一啲嘅研究顯示咧，其實佢可能喺嗰一年咧，甚至係會高過2.1嘅。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好龐大、一個好好嘅系統啦，一個好好嘅年輕人口，亦都係好健康嘅系統咧，係去令到佢可以 keep 住生產呢個人口。咁咧，其實咧，印度咧就唔好成日睇可能好差咁。其實佢哋係有好大量嘅資訊科技、醫療咧，同埋工程嘅專業咧，係去移民去好多唔同嘅國家，就係包括英國同埋加拿大。咁因為佢哋嘅教育咧係即係有一班人嘅教育咧係相對係非常之好嘅。佢哋識英文啦，好多啦，好過我好多啦。咁啊所以佢哋就可以去based on呢個移民嘅政策咧，係可以入到去，可以移民到去呢啲英國同埋加拿大嘅國家。呢度有少少嘅數據啦。其實加拿大統計局顯示咧，其實喺加拿大印度嘅媽媽咧，喺97之前咧，其實係大約2.1左右。去到而家2024年啦，即係2024年嘅數據咧，其實就係上升到去10.3、10.4咁樣。所以咧，其實呢一方面咧，係帶動到咧加拿大嘅呢個出生率咧係提高咗好多。如果冇咗呢一班嘅移民嘅話咧，其實咧加拿大嘅出生率咧同埋呢個死亡率咧，其實已經去咗負數啦。即係話咧，每一年個人口都 keep 住喺度減緊。好啦，咁所以咧就住而家呢個加拿大咁樣啦。其實喺2024年咧，大約咧其實係有365000個 BB 出世啦。咁頭先講咗大約5成幾就係加拿大本土生㗎啦。有4成幾就會係外地嘅媽媽生啦，咁即係其實大約咧係有20萬個、20萬個係本土生嘅，大約就有15萬個係外地生嘅。咁喺數字上俾少少實質嘅數字就係喺15萬個 BB 入面咧，有10% 係印度，即係有37000個係印度嘅。跟住菲律賓就係3.1% 度啦，即係大約咧就係有11000個左右，其餘咧有2% 係中國嘅咧，就係7000幾個左右咯。好，咁跟住就講下究竟有啲乜嘢可能性咧，係令到個 TFR 持續下降，或者點解有啲國家嘅 TFR 咧生育率咧會係比較高啦。咁首先講啲係好少少嘅啦，就係點解法國會係偏向比較高，即係佢唔會低到去1.5啊，甚至可以去到1.7、1.8咧。咁因為法國呢一個嘅家庭政策咧，其實算係比較好嘅。佢有呢個長假期啦，長嘅產假大約係至少有16個週啦。跟住咧，佢亦都係一個叫做所謂全民托兒補貼啦。而呢個補貼咧，其實已經 cover 咗差唔多90%嘅呢個津貼㗎啦。
而且仲有其他嘅兒童津貼啦、彈性上班啦，亦都好鼓勵女性係會生2至到3個嘅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其實法國咧佢哋相對嘅生產率咧都係比較高嘅。好啦，咁跟住就一個大方向，點解大部分嘅國家地區都係偏向下咧？其實都不外乎係經濟啦。咁喺英國方面咧，其實喺16年之後脱咗歐咧，未必係可以有呢個國民嘅信心去支持。究竟呢個經濟仲可唔可以 support 到佢哋咧？而且樓價方面啦，同埋呢個工資，佢哋咧個比例咧 keep 住都係 extend 緊啊！即係話個樓價越嚟越高，但係個工資咧上漲都係越嚟越少。我諗呢個全世界都係咁，我諗啊。咁啊，跟住就所以佢嘅開支越嚟越多啦。咁啊，work-life balance 就開始唔 balance 啦。你都知外國最緊要就係 work-life balance 㗎啦，family come first 㗎嘛。咁呢啲其實佢哋開始做唔到，咁所以咧佢哋嘅生育率都開始下降。呢樣嘢其實都可以套用到喺加拿大嘅，因為加拿大而家個經濟都係非常之差啦，而且呢度嘅一啲家庭嘅政策咧，其實都冇乜咁多可以 support 到呢度嘅媽咪咧去生 BB 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其實咧加拿大嘅呢個生育率咧，所謂嘅50-50咧，其實好大部分嘅生育率嘅支撐都係來自呢個外國家庭。根據一啲研究顯示咧，其實如果只係計本土加拿大嚟講咧，佢嘅生育率咧其實係只係得1.1，而就係因為多咗另外嗰50% 嘅人支撐咧，咁佢先會上到1.2左右嘅啫。好啦，咁之後就係香港。香港點解會出生率咁低嘅話，其實就係因為唔講。好啦，咁啊講南韓啦。南韓咧，其實大家都知南韓其實佢嘅出生率點解咁低咧？好多時就係因為呢個父權啦，因為佢哋好多都係重男輕女，所以其實呢個文化咧已經係令到咧好多人唔想再生小朋友，去令到呢一個文化繼續 extend 落去。再加上佢嘅超勁嘅嗰個教育競爭啊，即係如果你冇去補習，冇去上一啲特別嘅補習班嘅話，其實你學唔到某一啲嘅嘢，而你考試咧基本上係你係唔會識嘅。而你普通喺學校上堂嘅話咧，其實你又學唔到嗰一啲嘅 information 去考呢一啲試，咁即係話其實變相咧就係你一定係要去俾錢去讀呢啲書，然之後考呢啲試，然之後咧你工作嘅文化又係 OT 啦，瘋狂 OT 啦，我諗亞洲通常都係咁啦，瘋狂 OT 啦，咁令到咧大家都覺得其實喺呢個社會度生活咧已經好辛苦，所以就唔會再去生小朋友。好啦，咁總括而言咧，其實都離唔開呢個環球經濟嘅壓力之下啦，好多人都係寧願搞掂咗自己先再去生小朋友，或者基本上自己都搞唔掂就唔生小朋友，或者一個文化嘅大變化啦，一個城市化啦，生活模式已經大家都開始唔同咗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更加多嘅人唔生小朋友啦。其實講起唔生小朋友咧，係都仲有好多嘢想講，如果可以嘅話，就下次再喺第二條片度講，即係例如點解生小朋友同點解唔生小朋友。生小朋友會係有啲咩問題，有啲乜嘢要諗咁樣支持出嚟啦。咁就因為基於種種嘅原因咧，其實好多嘅國家咧，佢如果淨係靠本土嘅人嘅本土媽媽嘅生育咧，其實已經係維持唔到成個國家可以繼續走落去。好多國家都已經係開始需要大量嘅移民去 support 佢哋嘅勞工勞動力，而好多嘅國家已經係開始老人化嘅趨勢咧。係偏向越嚟越多，而後生嘅越嚟越少，咁呢一個嘅問題咧，其實咧已經再唔可以係2個就夠晒數，即係你可能仲要3個或者4個先可以令到呢個國家嘅地區嘅文化可以繼續咁樣落去。如果唔係，其實咧你只不過係一直喺度令到或者你需要啦，其他國家係會入嚟。去提高個生育率，而其實你自己本土嘅人咧已經係開始慢慢減少，其他嘅就喺度增加。咁咧呢度有開始咧，咁呢度開始就其實係完噶啦。我所講嘅嘢就已經完噶啦。之後落嚟嘅咧就係一啲 fun fact 啦。好啦，呢個其中一個 fun fact 啦。咁第一個 fun fact 就係我想睇下究竟印度同巴基斯坦，因為我一直以為咧印度應該咧個 TFR 咧係好高，我覺得成日係3、4、5、6、7咁樣係上嘅，但係其實原來唔係。印度頭先所講咧嘅 TFR 或者生育率咧，其實係大約係1.94至到2.03，有啲可能用2.1咁樣啦。咁但係巴基斯坦咧，其實咧而家 keep 住咧係越嚟越高，佢嘅生育率咧，其實咧喺23年咧，其實已經係去到3.6咁樣啦。
而咧而家去到2024年咧，其實係有少少跌嘅，去到3.2至3.4左右。但係其實咧簡單啲嚟講，就即係一個家庭咧係下面咧係會有至少3個小朋友。好啦，呢個其中一個 fun fact。咁跟住我就會問，究竟呢個世界上最高呢個生育率嘅地方或者地區係啲乜嘢咧？而喺呢個世界上最高 TFL 嘅國家咧，其實就係叫做尼日爾啊。佢係好啦，尼日爾咧係一個非洲內陸嘅其中一個國家仔。咁呢一個國家咧，佢嘅 TFL 咧係去到6.5至到6.6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個家庭下面咧，其實係每次都會生至少6個小朋友啦。咁但係其實咧，係唔代表佢真係可以有咁多嘅人口出產嘅，因為其實咧喺當地咧都會有相對比較高嘅嬰兒死亡率啦，因為佢係一個非洲嘅一個國家入面啦，內陸國家啦。咁其實入面嘅就業啊同埋教育水平都會偏較低啦。咁啊係一啲農村嘅生活啦。咁所以咧佢哋係好需要大量嘅所謂勞動力咧去 support 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會係比較多嘅出生率啦，而個備孕嘅常識或者知識啦係會比較低。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 fun fact 啦。咁而究竟喺呢個世界上最低嘅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嘅 TFR 咧係邊一度咧，同埋幾多咧？其實答案咧就係都係韓國，喺南韓首爾呢個地區。佢呢個地區咧錄得咧，其實咧佢只係得0.5個 TFR 嘅，即係話咧0.5個 TFR 咧，其實即係話4個家庭咧佢先會生到1個小朋友到。咁你可想而知係幾誇張？嗰個三角形係幾大一嘢 sharp 咗落去。好啦，而南韓咧有同埋香港啦，其實大家都係一啲亞洲嘅家庭啦、亞洲嘅城市啦，咁所以咧有少少一啲額外嘅 fun fact 啫，就係如果根據呢個聯合國嘅數據咧，其實南韓同埋香港咧喺2100年咧，即係其實唔係好遠嘅，係咯，2100年其實即係74年後，74年後，即係理論上係。嗱，而家呢度點樣計咧？一代人咧，大約就係30年嘅啫。咁其實即係差唔多兩代人左右啦。兩代人左右咧，其實咧佢哋嘅人口咧就會已經係鋭減。如果 base on 佢而家嘅呢個生育率啊，頭先所講啦，南韓嘅生育率咧係0.7左右啦，香港其實都係0.7左右嘅啫嘛。而家香港嘅人口大約係700萬啦，南韓嘅人口咧就係5000萬，大約啦。就係左右咁樣啦。咁咧，如果去到2100年咧，其實南韓嘅人口咧係會鋭減到差唔多得翻50%，即係大約咧得翻2000萬左右嘅人。而香港咧仲更加慘。香港咧就因為本身佢嘅人口係好少，而如果佢 keep 住呢一個嘅低生產率嘅話咧，其實佢嘅人口係會鋭減差唔多70%，即係喺70年後2代左右咧，如果 keep 住都係0.7低過1嘅話咧，其實咧佢會鋭減到70%，即係差唔多得翻200萬人。咁點解香港會跌得咁金嘅咧？其實因為香港咧佢嘅平均年齡人數咧係比較高，亦都係基本上係最高咁滯。香港人平均年齡咧其實係去到86歲，係86歲。咁但係因為咧年齡增長咗，即係佢嘅壽命長咗，所以其實咧佢就會褪到個人口老化比例咧再大咗，咁令到咧嗰個 job 咧係更加顯著啊！咁所以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佢嘅人口減少嘅嗰個 rate 咧就會更加勁啦。That's why 咧，香港咧如果 keep 住再係咁樣嘅0.5呢個 rate 嘅話咧，唔係0.7嘅 rate 嘅話咧，咁其實咧佢會 drop 得更加勁。而其實日本咧都係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因為日本咧其實佢嘅壽命咧都係非常之高，日本人嘅壽命都非常之高。如果你聽完呢一個 YouTube 片，你覺得有少少興趣嘅話，其實你都可以再上網 search 多少少。好啦，咁啊，今次呢條片就係講咁多，希望下一次就會拍翻啲去玩嘅片，因為呢個我覺得係幾有趣，令到我更加知道咧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咁啊，係咁多，拜拜。希望我今次 present 得比較好啦。咁啊，如果覺得唔係咁好嘅，都希望你會有興趣去自己做下啲 research，了解下究竟發生緊咩事啊。